呢種功夫叫做二牛分屍，聽個名就夠晒恐怖啦。呢個係實打實嘅較量，牛係唔會留情嘅。一個人嘅力量又點能夠制服兩隻壯牛嘅力量呢？釋行程大師用嘅係以意領氣，氣與力合，以氣壯力，力發制牛。呢個就係少林氣功以津節上乘嘅奧秘。一塊、兩塊、三塊、四塊，真係無人可比。鋼叉刺腹。而家要練嘅係雙風貫耳，脆弱嘅太陽穴要承受千斤之力，頭顱仲可以安然無恙，少林氣功真係玄妙咯！發力，運勁，就算你係牛魔王啊，我都要打低你。和尚撞鐘，釋行程大師運用咗少林氣功嘅精髓，氣由丹田來，依舊丹田發，拼少林寺。力從氣出，氣引力後，練到上乘境界，氣同力就能夠達到混元一體啦。肌肉身體就能夠承受到驚人力量嘅打擊。少林真功夫真係令人嘆為觀止。武僧瞓覺都練功，今日所見果然名不虛傳。如果長年累月係咁，真係冇覺好瞓呢。呢個足以證明咗今日嘅少林武僧真正能夠繼承同埋發揚少林真功夫。